2024年通过证交法修正案，要求公司呢，若准有趁钱呢，就要互这基层的员工加薪水。金管会今年正式宣布，全台湾1874间上市贵公司，伫咧2025年股东会完成将停的修订。26年全国上市贵公司，若准这薪水无到63000的基层员工，就有机会食。平常时下晡，上市公司的员工在电脑去开放空间办公开会，为着把人才留好调，公司推出员工持股信托的方案，就是啊公司趁钱，员工嘛趁。不过对2026年开始，像这种上市上贵公司的员工，就算无买公司的股票，嘛有机会领到公司的盈余。63000以下，那其实会鼓励企业就是可以有一些盈余去提拨给就是比较基层员工。那刚好呢，我的薪资也是符合这个底下，对自己未来的一些薪资的一些调整，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期待。根据2024年8月完成修法的证交法第14条修正案，上市上贵公司应该在章程写明讲，以年度的盈余提拨一定的比例，替基层的员工调整薪水，也是分派报酬。金管会嘛进一步宣布讲，全台1874间上市上贵的公司，要在2025年股东会进前完成章程的修订。明年开始，基层员工有希望直接受益。那如果公司是有累积亏损的状况，那要先弥补亏损，有盈余才会依照章程的规定来做分派。这讲的基层员工是照经济部公告，中小企业全时员工非属经理人，而且薪水袂当超过63000，都是基层员工的范围。人力银行嘛预估，这对找人才可能将有帮助。大家会看一下，一些比较知名的上市贵公司，他们到底比率定到多少？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指标性的比率的话，我觉得会去影响到一些企业，因为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人才啊、吸引等等的。专家分析，政策是直接锁定基层员工，除了会当避免干那少数企业高层得到利益，嘛会当甲台湾整体的薪资竞争力扭起来。这是证交法第14条的加薪条款，并无相对应的法则。金管会讲，若业者照规定收提拨盈余的章程，相关单位就会介入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